可以哦。在個天馬戲劇團歡樂的小丑秀趣味的表演，2026南科影視音樂節的活動，將要在1月24日6日來登場。由着市府觀光旅遊局佮着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共同合辦，對2024年台灣燈會主燈刷到南科影視府的活動，吸引上萬人的參觀。今年再度舉辦音樂節，結合影視府的優美自然環境，規劃歷史的親子活動，佮暗時的音樂演唱會，歡迎民眾親自做伙來體驗。不僅有科技，有文化。那現在觀旅局又把一些藝術音樂把它帶進去，所以迎曦音樂節其實剛剛的報告內容裡面，你就發現說1月24號從下晡3點一直到暗時9點，哇，下午的時候有很多的親子的活動，有這些氣墊，小孩子最喜歡的，歡迎家長把孩子帶去那邊放電一下，晚上他就很好睡覺了哈。晚上的時候，其實有剛剛介紹的非常多的獨立樂團也好，或是大家喜歡的歌手，消防局啦、李千娜等等，所以涵蓋的曲風從抒情、搖滾到電音，符合每一個世代大家喜歡的音樂曲風。迎曦湖啊，其實南科很多人下來，然後就說哦，不曉得那個這麼漂亮哈，有國際級的景觀。那我們每年都有國內外的訪客會來南科，那這是一個很好的環境。我們園區沒有做圍牆嘛哈，然後所以很歡迎大家。我們有6個湖，這6個湖大概有66公頃。那剛剛說周邊有景點嘛，那也謝謝市政府哈，在我們那裡面弄了很多 U-Bike 啊就騎着 U-Bike 應該可以串聯這些景點。活動當中除了音樂、親子甲着燈光秀，另外還有40擔的在地特色市集，甲着餐車的美食，要讓民眾對歷史到暗暝一概的滿足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